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阿明陈伟民。咱讲香港反送中运动特别一动啊，咱看到去年哦，香港反送中运动是真正兴哦，但是受到这个疫情影响，香港政府吼开始是颠倒开始抓人吼，但是看到这个运动有发较冻点啦。不过透过这个疫情哦，香港政府是开始抓人，反民主派差不多15人，互人逮捕啦吼。啊，伫这个期间，咱讲这个反送中运动是较冻点，但是咧，随着这个疫情较放缓，这个运动再起，咱看到伫咧母亲节这天啦吼，香港这个民众发起这个互你唱啦吼 ，Sing with you。武警，唔过咧，咱看到这个武警真正是开始乱逮捕啊吼！伫咧蒙角遮吼，佮有一寡这个冲突，咱看到唔但有这个立法会议员受伤，记者嚟要采访嘛防阻碍。啊，警务处长有承认讲这是警方行动，嘛来检讨。啊，特首林郑月娥吼，嘛爱警方甲媒体就要好好来沟通啦吼。啊，咱看到这个香港执法这个力头是变搁较强。咱讲过去伫咧反送中运动有这个5大诉求，欠一项都袂使。啊，咱看反送中运动要满周年，香港人的这运命安怎来行落去吼？透过今日节目，咱要做回来讨论。这边咱邀请3位来宾，第一位咱先邀请香港大学台湾学生会会长叶俊和。大家好。第二位咱要邀请香港变性青年发言人库马。主持老师会长，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库马。嗨，库马你好。第三，咱要邀请中研院法律所这个研究员廖福德。主持人好，大家好。第四位，咱等下透过这个连线来连线到这个香港屯门3线区议员吴坤泰哈。其实这个议员过去嘛有来咱上过这个吼，咱台湾新闻界来讲这个台湾这个选举啦。不过咱要回过头来讲。这回这个反送中运动啊，已经要满周年啊！啊，过去咱讲啊，俊和是伫香港大学伫遐读册，这个台湾的这个学生啦吼。不过咱讲11月的时阵，迄当阵大学拢变是这个警察冲入去这个逮捕人的这个所在吼。迄当阵你嘛当来到台湾，啊，甲疫情，伫讲武汉肺炎疫情搁咧传时阵，香港嘛变成一个重灾区啦吼。你嘛伫台湾留足久啊，但是你感觉吼，这个反送中运动是会搁兴起来一个？是感觉会兴起来啊，是讲疫情过去啊，大家马上出来一列政府没有回应嘛，无回应就过去这个5大诉求了哈。啊，大家都是还是想要5大诉求啊，啊就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袂当出来啊，所以阮看到母亲节啊等等的。有一寡这个运动开始啦吼，所以咱看到这个母亲节这天啦吼，哦，伫这个卖场拢有这个吼 Sing with you 吼，互你唱吼，甲你唱这个部分啦吼。啊，其实咱看到啊，因是要表达因的这个诉求啦吼，庆祝一个母亲节，但是为什么武警搁伫卖场开始抓人吼，搁有引发着冲突？咱先做回来看。邊一排嘅，我2個女，一個12歲，一個14歲，我哋啱啱出嚟食宵夜嘅，啱啱出嚟食嘢嘅，行到呢度就無啦啦就有咁多人呢衝出嚟，將佢困咗喺嗰度。聽唔聽到？媽咪喺度。嘉燕。小姐，你有啲咩打有先講啦，唔好喺度叫啦，好唔好啊？唔好叫佢話唔該你，唔該你，好冇？兩個女喺裏邊啊，一個12歲，一個14歲啊。佢可能干犯咗啲罪行，所以我哋要做嘅。唔該你，唔好叫囂，唔該你。我哋冇非法集結啊！我帶2個女出嚟食宵夜㗎咋，我哋3個人冇非法集結啊，唔係4個人啊！你冇啊！冇賴啊！你哋香港差人就係咪香港差人嚟㗎？就係俾人嚟㗎！我哋冇非法集結啊！真正哦，对这个母亲来讲，真正是真无好过这个母亲节啦。咱嘛看到这个母亲节这天，啊，香港人是透过这个活动，但是去互这个警察逮捕啦吼。咱来看到这个5月初10这天啦吼，咱看到不少民众吼伫咧卖场遮要来庆祝母亲节，但是这个防暴警察哦是2度入去到这个上
场吼，来去这个驱赶别人这个民众吼，嘛用这个大扭起这个封锁线，上少这个4个民众发出这个告票讲因这个违反着这个限聚令就是因为这个疫情期间有小可这个限制这个部分。另外，咱嘛看到这个5月初10的时阵，伫这个蒙古这个部分有18个人受伤啦包含着80部的10个这个查某的年岁差不多是12岁到53岁这个中间啦这个拢去送互这个2间病院来去治理。不过咧，陆陆续续佫有从逮捕的这个人士离开这个警署啦因拢讲这个互警方用着这个涉嫌非法这个集会啦互逮捕。另外，咱嘛看到一个13岁这个一个学生啦因为伊要报道啦但是伫母亲节即天，甲16岁这个姓谢的这个同学啦也是一个媒体成员，这个学生记者。不过咧，伊嘛是要去这个海港城遐进行采访，2个人拢有这个学生记者这证件，嘛有穿着这个反光衣啦但是嘛是同款去互这个防暴警察抓去啦另外，咱嘛看到其实佫有这个真侪这个人啦互这个防暴警员讲话来这个性骚扰这款的这个方式啦另外，咱嘛看到这个法国议员拢是去警察互逮捕去。另外，咱嘛看到讲医管局伫咧这个部分啦嘛是有济这个讨论啦咱要过来请教，就是讲伫咧咱香港的这个议员啦吴坤泰吴议员，咱过来连线啦议员你好。对，主持人好，大家好。是议员，我们知道啦，就是我们看到这个5月10号母亲节这一天其实对这个所有的母亲来讲，香港的母亲来讲特别的痛心。这个我们知道，这个疫情现在是慢慢的放缓了，但是我们看到，其实这个过去反送中运动也在这个疫情期间也放缓了，但是我们看到香港港府很多动作，像是逮捕了这个泛民主派15名的这个议员，另外呢，在我们看到5月10号这样子的黑警的动作又再度呈现。那么透过这样子的东西，我们来检视说，过去1年来反送中运动在这个即将满1周年的前夕。那在这个前夕，我们怎么去看？那另外是9月6号，我们有立法会的选举了这个立法会的选举，我们怎么去运积一些能量再进行一些后续的运动的这个蓄积？我们请议员。我先讲那个就是母亲节的时候的情况啊。我猜就是因为在特区港府在5月8号的时间就说可以放宽那个限聚令，就是反正就是从4个人以上就会被开罚单，变成8个人以下才会开。然后刚刚是好是母亲节，所以其实在街头就是很多人可能跟妈妈一起去街头就是庆祝啊、吃饭啊这样子的样子。但是同时间呢，我们也看到就是有不同的一些就是行动者也是会在网络上面就是呼吁大家出到商场里边就是去唱歌这样子，比较和平的一个表达手法。但是我们看到就是警察当然是会有一些就是有现在的状况就是差不多是走通整个商场，还有就是会攻进那个商场里边的中央控制室，拿他们的中央广播系统，然后去骚扰其他在商场里边其他可能不是在参与，就是合理性的那一些群众，然后最后他们也会就是警察也会有一些犯法的行为，就是特别是去一些不是在商场里边是列明是公众走道还是通道的那些地方来去逮捕，还是放那个胡椒弹，全都是一些很犯法的东西。然后我们猜的是原因是因为就是新的警察局的局长就是上台，然后他是比较鹰派的，但是他要想是 show muscle， 就是显现他是一个比较强的一个人的风格。另外应该我们想象到的是，其实呢政府特区港府，特别是林郑月娥政府，可能他们也是会想用一个防疫为由，可能会打压6·4的集会，还有那个7·1游行。特别是还是说就是可能疫情会到第2波怎么样子的状况，反正就是可以将那个反送中还是抗争的运动的温度回复的机会，他也可能不会放过。OK，
咱听到这个议员咧讲哈，其实哦，这个新警察局长哈，这个香港的这个警署的这个局长新上任然后，所以吼可能要表现伊这较强势这个作风吼，伫咧5月7、8本地已经放较宽这个限住令然后，自4个人要限制，甲这个8个人讲豆豆放宽，但是咱当看到伊的这个强度又搁较加强啦吼，伊嘛讲到吼，这个6月7日可能搁有其他，咱讲这个绿树天安门这个纪念活动，还是讲其他要做陆陆续续可能咱讲6月开始，就是讲反送中运动要满一档啊，所以这个林郑月娥这个香港政府开始要搁打压。在这里主会哈，叫这块的这里减刑了哈我们再请教议员，你刚才也有提到，就是说这个香港政府可能要继续这个打压，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刚才提到这个9月6号就是这个立法会的这个选举，它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啦？那因为我们知道在之前这个区议会的选举，我们看到这个泛民主派是大胜的，能否延续这样子的这个力道，在这个立法会能够再次突破？我在香港的选举啊，如果是在从那个立法会的地区的选举，它如果是比例代表制的话，其实从香港过去就是刚刚的区议会选举来看呢，其实很难就是会做成什么很大的突破。可能因为就是比例代表制就不会就是会全赢的状况会出现。所以我自己觉得是第一，哪个所会觉得会冲破35席，就是可能立法会会过半的机会是比较微小。然后另外的一个想象的东西就是说，如果就是疫情蔓延下去的话，其实你更有可能也可以用那个防疫做那个防止还是什么的状况，就是可能不允许选举的机会会出现。那所有的热情不会，就是选举的热情不会炒热的时候，那其实会对亲北京还是有一点好的一个状况了。是。咱头拄有听到这个议员讲吼，可能伫咧9月7日这个立法会要选举的时阵吼，真歹摕到这个过半吼，差不多35席这个席次啦吼，这可能嘛是咱搁要去考虑的，但是讲真正来摕过这个35席吼，可能嘛是去有这个中局还是讲港府吼 disqualified 哈。议员们是不是也怕担心，真的一旦过半了，我们还是会怕这个港府或者是中共有一些其他的动作，像是 DQ 哈，就是让他们直接不符合这些资格，或是在根本还没取得这个选举之前，就是在这个提名的资格就把你做一些操作。我猜现在的特区港府应该会在选举报名的时候会做一些大的动作，特别是在就是去查哪一些候选人会不会做过什么什么的东西，然后做回这口，然后去 DQ 他们这样子，反而不一定会在就是在那个选项之后才会用法律这么样子，反正这现在已经是不演了，所以就可能直接在参选的阶段就是排除他们的资格，然后在参选的阶段就把你先断掉你的这个资格了，就对了。对，好，我们感谢议员，咱感谢议员，多谢。现主席，咱过来请教咱的库嘛了哈。刚才其实议员有提到了很多，就是在这个立法会的选举上面了哈，就是我们也期待在这个体制内，因为体制外我们去年已经做了很大的一个 Be Water， 在这个街上做了一些很大的这个抗争，但是在这一次我们看到9月6号就是立法会的这个选举，那当然有的人看了。原本预估可能这个立法会的席次可以先过半，那过半之后可能会有一些影响力，但是我们刚才提到这个中共或者是港府港共之间可能做一些让这些资格你要选的之前我就先把你断掉了，那这是不是会造成更大的这个香港人的愤怒？我觉得这当然是会造成香港人更大的反抗。对我来说，议会这个抗争的路线只是众多抗争路线的其中一种而已，而且35+与否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是个推演，是个目标。35+之后不代表说就世界太平。的确，35减或者是就是刚好一半的话，我们也要想说这些议员在议会当中到底可以做些什么。就算他们没有被 DQ 也好，
我们也看到现在在类会上面的争议，其实很多主席就是那个权力是非常的大的，他可以决定那个 agenda，而且他还可以通过议会的那个规则把议员赶出去，使得说这些代表民意的人不能够在国会殿堂表达他们的意见，这对我来说，代表说是这些议员也要有时代革命的精神，去想说如何在议会当中争取更多的资源，同时要对这个国际发声。所以你刚才提到了时代革命，如果真的是有我们刚才假设的这个状况发生，可能真的是一个大革命了。时代革命对我们香港人，就是大家可能都非常熟悉五大诉求、缺一不可这些等等的，其实更多的是那个我们要抛弃过去的那个旧的思维，在全面，也就是说在生活上，比如说现在有黄色经济圈啊等等的各个方面都要进行改革，其实这个事情并不是像大家对于革命 revolution 这么直观的想象。OK， 咱听到这个，咱讲库马咧讲啦吼，这个时代革命过去就是这个五大诉求的其中，咱讲一个 slogan 吼，伊唔是代表规个这个吼，咱讲这个体制上这个改变，但是过去这个旧的这个传统的这个制度，咱有一个新的这个时代，这个运用的这个方式啦吼。咱要继续来请教咱的这个研究员吼，其实咱看到香港伫咧去年吼开始咱嘛讨论真济。甲今年咱看到这个受到这个疫情的这个影响吼，有放较缓，但是即阵又搁要起来，因为咱讲反送中要满周年啊。伫即个时阵，咱看到香港政府的这个压力是愈加愈强啦吼。头拄仔咱这个议员嘛讲到，可能是这个香港警察啦吼这个新上任，但是咱看到背后的毋那是安尼尔，毋是敢若是这个警察这个局长上任尔，后壁这个香港政府，还是讲搁较后壁这个中共政府，伊咧想啥物？因为这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啦。从后边一定是迄个中国政府嘛，过来迄个也中联办，过有迄个警察，迄个警察署，迄个过迄个香港的政府，这个方面啦。我事实上，伊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不过我感觉另外一个民主的运动，其实伊是一步一步来的啦。你若讲真可惜，你个无法度一变就完全成功。不过你会使一步一步来。但不讲社会运动甲民主运动，在民间这个部分，我相信爱一直继续落去。我是希望讲，比如讲你甲台湾来做一个比较，台湾过了10年的民主运动，其实伊嘛是无可能一变就成功嘛。你甲过了10年以后，1987年再迄个改严，1990年以后，再迄个再废除迄个动员戡乱时期的迄个法律，真是迄过了10年是你个运动。其实咱一开始台湾的时候嘛是讲迄个嘛，迄个老贼爱退休，爱慢慢改选，立法院慢慢改选，所有个慢慢改选，慢慢社会运动，你嘛是一步一步来，嘛是讲迄时间足长的。我相信香港的朋友嘛，应该是讲会使第即个思考啦。从这民主运动，毋是讲咱5年开始，今年就成功，可能无法呢幸运啦。不过这运动爱继续，就继续，不管是在街头，我看讲2条路线，其实台湾差不多啦。过去咱嘛是2条路线，第一个路线是讲在街头嘛，讲你爱拼爱冲，爱去迄度爱去奋斗。第二路线你讲嘛无需要放弃讲议会路线，讲立法会，不管所以讲相平，因为一定要相平啦。你相平，你才有法度讲你2边都继续都做，才有法度推动这个民主的运动啦。所以我感觉香港的朋友会使继续拍拼，咱这台湾的朋友也使继续来支持，讲这个民主的运动，其实伊是一个长时间的运动，尤其是香港可能比台湾更加困难，更加辛苦，因为咱拄仔讲的后壁还有中国政府，伊个可能。其实伊差不多是来讲是直接控制啊啦，只讲表面上，佮透过香港政府攞统治嘛。有影啦吼。不过咱嘛看到讲，其实香港过去伫咧30当这民主运动哦，有啥物较欠缺所在，还是讲爱较搁较改进的这个部分啊？有人讨论讲，最近这10当来吼，亲像这个2014年雨伞运动用占领这个中权做这个这个部分啦吼。另外，嘛有讲到这个17年这个要争取到这个普选。另外，咱讲到这个反送中这个运动吼，其实陆陆续续是毋是会当甲这个能量搁较兴改搁兴起来？因为这个过去咱讲受到这个疫情的影响，有放卡这个欢起啦吼，尾手这能量安怎搁较倒起来，嘛是另外一步这个问题。但是咱要搁等下看到香港政府伫咧即回啦吼，咱讲疫情的期间，伫咧4月18时阵15个人啦吼，咱来看讲咱所经历的这个名单有啥啦吼，咱看到这个李柱铭啦吼，伊是香港这个上资深的这个大律师啦吼，
另外，咱讲到伊是这个香港民主党创党的这个成员。另外咧，咱嘛看到讲这个《苹果日报》的创办人哦，这个黎智英然后嘛是去互掠去。咱看到5月18时阵，伊都要搁向提诉讼。咱看到讲伊过去拢是这个反民主派。这个主流政党主要这个政治捐钱的这个人然后其实咱有整理到这个15个人拢互逮捕了吼。咱看到这15个人名单其实咱看到这个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啦吼，其实拢有做一寡这个宣言然后就是讲呼吁香港政府把这些人吼给他绑出来吼。我们再请教库马了哈，我们看到这个香港政府其实有这个抓了这个4月18抓了这15个人。那其实，在联合国人权专委会里面有呼吁说，赶快放了这些人。另外呢，也有讨论讲说了哈，这些人其实他们后面都有他们代表的这个意义。那联合国的呼吁是否跟港府能去做一个对话？我觉得这个是国际会关注这批人被逮捕的原因是非常明显，因为首先是看李柱铭，这个人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在香港成长的过程当中，基本上就是等同于说泛民一直推动的那种民主运动的领袖的精神。他本身是资历最深的，从英国到目前来止资历最深的大律师，他也是从政40多年了，多年以来，他一直在国外，一直去讲述香港1国2制的情况，还有民主自由的追求，所以造成说他在国际社会上的他的名声也是非常的好的。可是像这样子非常温和的人物，他可能代表的是以前的和平、理性、非暴力，这样子的一个运动的精神，却被港府或者是他背后的一些势力针对，变成他名单中的第一个人选。其他人你其实也看得到，比方说黎智英，台湾朋友也会非常清楚，吴凯怡这些等等的，对我们来说，基本上都是一些争取民主，但是还是停留在非暴力，所以在反送中的初期大家都可能会有不同的意见。OK， 但是到现在了，已经2020了，发生那么多事情，现在居然被逮捕，连这么温和的人也要被逮捕，我们也要呼应到内会郭永亨议员他遭到的一些遭遇，也会看到说，其实中共要对付这些人呢，他并不会管你到底说你是不是真的想要跟我和平的对话跟沟通。而是他想的是如何真正的全面的掌握香港这个地方，就连这样子的人他也不愿意跟他和平的接触。那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李柱铭他在被逮捕的时候，他有提到，这是他作为大律师这一辈子第一次被逮捕， OK， 那可能也要被起诉了。那他提到是我自己是觉得蛮感动，他是说这么多个月以来看到那么多年轻人被港府抓去控诉。就只有他没有被告，他觉得内心上非常过意不去。目前来说他被抓他很高兴，他很骄傲，可以跟一般优秀的年轻人继续坚持走这个民主路。我觉得这反映了一个我们非常在乎的一个精神，是兄弟爬山各自努力。这些前辈因为他的成长经历的关系，他秉持这样的价值，并不代表说他不会愿意跟现在香港的抗争年轻人继续走下去。我觉得这非常重要。头拄库马有讲到吼，做伙行这条民主咯吼。其实咱头拄讲到这15名互逮捕这个香港民主派这个知名人士咯，拢是互指控啦，违反着这个公安条例啦吼。声明嘛指出，因批评吼这个条例规定集会需要政府来批准，是违反吼。咱头拄嘛讲到是这个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因讲违反着国际人权的这个标准啦。专家嘛指出讲吼，这拢是这个香港民主运动的真重这个人物啦吼。因都反倒讲，像头拄因讲的，这个库马讲的，因这拢是透过和平、理性、恢复的这个方式，拢会去用掠去啊。伫咱讲街头，也有这个勇武派人，是毋是搁较惊吓咧？有这款这个烦恼啦吼。嘛是会烦恼讲4月18这款的这个大逮捕，是毋是吼？甲买手这个运动，拢吼变掂去啦吼。你会烦恼安尼情形无？就是讲。亲像这款的这大逮捕，爱好这个运动尾会较收煞去无？我是感觉袂啊，袂啦吼，都是年轻人嘛，学生是，还是咱讲的勇武派，也嘛是在街头也运动，是，那是有库嘛才讲过，兄弟爬山各自努力，这人嘛是和平的、理性的，
嘛是有民主派议会的，但是一个街头抗争的勇武派嘛是另一种路线啦。所以我是感觉，这人尤其是年轻人啊，还是会针对这些东西走上街头去争取。嘛是个行头啦吼。OK， 咱特别来回顾讲吼，其实咱自这个旧年开始咧讨论，即阵吼，这个反送中真正是1周年吼。啊，咱等下带大家来看影片，不过咱先来带大家看到讲，这个近半年来吼，真侪重要的事件吼，其实咱讲伫咧媒体报道拢受较消退去，不过咱搁一届来恢复大家这个记忆啦吼。咱看1月时阵，其实1月初1的时阵，就有这个元旦大游行啦吼。缅甸这个按算讲，这人数是有超过103万人吼，啊，这个警方是搁有6万人尔吼，不过逮捕的人数差不多有400人。啊，咱看1月初4时阵，原本这个中联办办公室的这个主任哦，这个王志明从这个免职啦吼，啊由这个罗慧玲来接任。另外，咱看1月底哦，顿就开始咧爆发着，咱讲的武汉肺炎啦吼，啊，侪抗争活动就来取消。另外看到2月甲3月时阵哦，咱嘛看到讲香港市民陆陆续续是咧为这个7月2日，就是去年这个元朗这个红十足的这个事件吼，啊，还有8、3月这个太子站红十足的这个事件。另外吼嘛有这个姓张这位人士吼摔落楼的这个事件，啊，还有这个陈彦玲死亡的这个事件来悼念啦吼。啊，过程中呢，嘛是互这个警察来镇压吼，冲突嘛是真济。另外看到这个4月时阵，就是讲这个高等法院裁定紧急法啊，这个合法游行集会的这个禁止吼，甲面掩起来吼，啊，警员嘛有权利要求这个伫公众地方人士哦，甲这个诈面这物件拢讲摕掉吼，啊，这个维持是违宪的。另外咱看到4月18，就是咱头拄讲到有这个15人吼，拢互逮捕。另外看到4月24、820这个崩坑、这个扑人这个案哦宣判，咱看到法官竟然是讹到这个被告啦吼，啊批评这个身受重伤的这个女伤者，啊以1/3的时间吼，伫暗暝这个反送中这个示威者，伊的这行为拢是恐怖的这个活动啦吼，嘛引起着侪讨论。另外咱看到5月初8时阵，咱看到头拄咱讲的这个周子乐吼摔落楼这个事件吼，已经半冬咧做一寡纪念的这个活动。啊5月初10，就是讲母亲节。这一天吼，互你甲你做伙唱的这个活动吼，嘛，互警方来镇压啦吼，上细汉的互逮捕的，干那12岁啦吼。所以咱看到回顾到这个反送中近半年来这个所有这个活动啦，嘛要搁回顾一届啊，自咱讲旧年甲即阵吼，可能这个活动会安怎进行落，咱先做伙来看。香港反送中运动得要满1周年，加上中国两会得要开会，一度因为疫情较缓和，警民冲突即嘛搁再升温。尤其是母亲节迄天，唱歌的活动变做港警的大镇压，旺角街头的防暴警察，家立法会议员邝俊宇压伫咧涂骹，造成伊身躯顶真侪所在受傷。港警搁有手喷胡椒水來阻礙採訪。近距離對記者嘅眼耳口鼻對射呢個胡椒噴霧，攆記者攆足20秒。會唔會同傳媒致歉？無論你嘅受傷情況係點樣都好咧，我都慰問你先嚇。咁至於咧就係有關於係嗰日咧係一啲傳媒嘅經歷咧，我都覺得係唔理想嘅。檢討檢視，甚至咧去睇睇同事究竟當時發生咩事。我亦都係認為我哋要更加專業嘅。丁炳強表示，後禮拜港幾個記者協會開會，商討要安怎讓記者較方便採訪。不過港警在母親節迄天掠一個才12歲學生記者，而且佫甲伊警告，若是佫出現佇示威現場，會用疏忽照顧兒童罪起訴伊的家長，引發爭議。香港特首林鄭月娥表示，希望警方甲媒體溝通，嘛要討論兒童記者嘅問題。因為12歲嘅小朋友點可能喺嗰種嘅場面能夠處理到一個複雜多變嘅情況？咁點解會有人仍然係認為呢啲小朋友嘅記者係可以走去現場做記者嘅採訪工作呢？進前4月18大抓捕，真濟反民派嘅人士，甲一傳媒集團嘅創辦人黎智英，攏互指控參與非法嘅集會，甲限制出境。黎智英佇網絡節目表示，雖然互港府抓起來，但是伊嘛是要繼續就街頭守護民主，就算愛坐監，伊嘛不要緊。我看香港人現在這麼團結，香港人這麼堅決。是不愧憂報的。假如要坐牢，我也不介意去坐牢。黎智英指出，港府即馬想要一遍就解決香港的問題，用強悍的手法，互就街路的人數減少。伊嘛閣較感謝講，家己是半個台灣人啊，呼籲大家支持澎湖的訂閱制。
记者综合报道。到底这个香港反送中运动已经要满一冬啊这个运动会安怎搁进行落去？其实侪人咧讨论咱嘛看到讲，其实伫咧建制派伫旧年区议会选举是大败啦其实侪人嘛烦恼讲，这个反送中累积这个民意会消透去啦互这个咱讲这个9月这个立法会可能有无法度，或者这个反民主派的人有搁较表现这个机会啦另外，咱嘛看到讲，旧年这个区议会这个选举落败这个立法会议员何君尧是顶个月甚至写批予这个行政长官，咱讲林郑月娥伊讲用着这个认定组织应该会这个引起着这武汉肺炎为由延前本地要延前，咱讲9月要来举行这个立法会这个部分所以我们说香港政府有用这个限聚令的这个方式来去可能在后续你们的运动上面还是会可能在6月的时候。6·4，我们刚才说这个天安门的纪念活动，或者是6月13这个香港反送中运动1年的这个时候，可能有更加的更加的加强管控的这部分那我们也看到香港最新的这个防疫措施，我们先带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咱先带观众朋友来看讲，这个香港上新的这个防疫措施他都有讲到这个限聚令本地是这个4个人变到8个人咱看到有7位这个场所是重新来开放啦咱看到这个这个公众娱乐场所，还有健身房拢是豆要来开放，但是这个餐桌差不多8个人回避时阵爱挂喙烟啦这拢是这个香港的防疫措施。但是你会觉得说这个措施反倒是变成这个香港政府可以是运用的一个武器，然后再限制你们的运动吗？以防疫之名去打压这些抗争者，其实是我们已经经历很久的一个港府的手段。除了这个限聚令之外，其实它只是给了港警一个借口，去继续去弄这些抗争者。而且不仅仅是街头上的抗争者，包括说可能也要分享一个概念叫黄店。黄色意思是支持抗争者，店就是一般我们在生活上会进去消费的餐厅等等的，可能是他就非常支持抗争者，他可能贴了一些标语等等的。警察就会盯上这些餐厅以现在疫情很严重，对不对？他就会特别去关心这些餐厅有没有遵守他的防疫措施。有一些可能1天3到5次都是进里面，就是让你没办法做生意。对，这样子打乱人家做生意。其实对我们来说，每一个消费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价值的选择而已我去支持这些支持抗争者的商店。何来犯法呢？一点都没有但是警察就会盯上这些店铺，就是以防疫之名去做的。那除此之外，其实刚刚影片可能主持人也有提到刚刚的文字，有一个黄子越，他在经过旺角的时候警察就看到他，然后就把他抓出了。还有商场的时候，很多警察还是说你们违反了限聚令，但是。在他们那个情况之下，其实应该是被豁免，或者是根本就不符合说那个人数的限制的。但是警察却先说先赢反正就是先说你们违法，先警告再说。这样的情况其实对我们来说，就是对于警察完全，我们不能想象他用自己的职业跟身份去做事情，所以他们就会这样干。头拄这个区嘛有讲到就是讲这个香港这个限聚令过去，因已经面对真济啦尤其咱讲这个限聚令是这个，互因警察有一个武器，会当去针对讲这个香港民众也好，还是讲香港的这个店家也好，尤其伊有区嘛分享就是讲这个黄店黄店，就是讲你若是支持这个抗争者。警察可能一天惊打4、5遍，拢有啦，互你无法度做生意啦这拢是影响到规个咱讲支持抗争者也好，支持整个这个运动，拢是一大这个伤害。不过，咱嘛相信这个香港人有伊的这个可能更较发挥这个意志啦会当透过什么款的这个方式，会当突破这个部分，你感觉咧？还是讲香港人嘛是知影咧黄色经济圈嘛是。就这人去支持啊，但是另一边可以蓝色经济圈就是支持这个支持警察的，支持政府的，是，嘛是有支持中国大陆的人嘛，也是讲这两个嘛是，你去讲
冲突啊。你讲支持这个警察甲支持控制者一定拢会冲突伫啦吼。啊，咱看到这个支持这个控制者，咱都讲到这个声哨吼，是毋是会当维持，还是讲真正无法度维持？有侪人就是想要来台湾啊。有安尼这个声音，然后咱们看到讲，这个香港的这个艺人，这个黄秋生哈，黄秋生也选择要来入居台湾了啦哈。啊，顶礼拜我是去这个咱讲这个铜锣湾册店吼，就是这个南京铜锣吼，佮新开咱讲这个林老板啦吼，我嘛去甲拜访啦吼。啊，伊当阵伊是讲看到这款咱讲香港运动国再起，啊，拄着香港警察遐尔暴力，香港政府无讲人道啦吼，啊就呼吁啦吼。这香港人真正啊，带袂落去，都来台湾。带台湾是不是一种选项？咱先搁请库嘛，住在台湾是不是一个选项？绝对是的。其实根据近个月的民调是显示说，香港其实有70%的人在有心情想要去移民，而当中有1半的人正在规划当中，甚至他们有个计划。70%哈。台湾是当中排第3的，其实跟第1名跟第2名加拿大跟澳洲是相差1-2个百分点而已。而且相对这些国家，台湾的文化跟语言跟香港是更接近，更不用说那个经济的条件也是稍微低一点，门槛是稍微低一点，所以台湾是很多香港的选项。那我也可以同理说，为什么有那么多，比方说像黄秋生啊，他可能也有这样子的规划。咱看到吼，这个香港人咱嘛有经历到吼，可能移民台湾的动机啦吼，咱来看到吼，这动机是啥物？可能是这个买厝，这个成本较低啦吼，啊是讲咱健保较合理，啊，还有这个医疗等这个等待这个时间啦吼，啊，咱讲嘛是有这个这个公共生活空间啦吼，啊，嘛会当有这，我感觉第4点是上重要，就是讲会当参与到政治这个公民的这个权利啦吼，是这个香港人真正看重的这个部分啦吼。另外，咱们国防的安全，啊是讲多元教育环境，啊上重要嘛是讲这个香港的这个政局吼。这个真正是动荡啦吼，啊，这个嘛是看到咱讲望会当伫台湾吼享受到咱所讲的这个民主甲自由。另外咧，你要来台湾有啥物款的这个方式咧？比如讲，你有这个亲情吼，伫台湾有这个户籍啦吼。另外，你阁有这个专业技术能力啊，新台票，你若是讲有这个600万以上的这个投资，还是做工课，还是伫台湾做一寡创新创业。留伫遮吼一段时间，拢会当来做申请啦吼，也是讲你伫台湾毕业了后，居留遮吼有满5档啦吼，啊，咱要看到这个黄秋生的这个案例啦吼，就是讲你若是一寡这专业技术能力，这个条款，若是讲伫学术、科学，还是讲文化、新闻等等的这个专业领域有特殊的这个成就啦吼，若是经过内政部的审查。你会当吼，伫这个对待啊，是讲电影事业吼，这个有贡献的这个部分啊，黄秋生就是过去有得过3届这金马奖，啊嘛有3届这个香港电影金像奖吼，伊是符合资格啦吼。不过咱透过黄秋生这个案例，是要来讲到规个整个这个香港的社会真正是这个大的所在，也是讲大的这个环境政局已经无适合因大，所以因选择来台湾吼。但是因安尼做。有啥物款的风险伫咧无？还是讲去用虽然讲先到来台湾啊，但是因若一转去会受到啥物款的影响无？咱继续请咱的研究员。我是感觉咱先来了解这个历史的发展啦。是，其实香港要做移民迄个潮流吼，应该有2波啦。是，第一波应该是1997年以前。迄阵要迄个这政权要交予中国嘛。迄阵，不过你这个注意来看。1997年的移民，其实台湾可能我相信唔是咧头前的选择。真侪因为过去英国殖民地的影响嘛，所以讲香港真侪去加拿大可能是真侪，澳洲、纽西兰啊，是讲英国啊，甚至新加坡，大概是真侪。迄阵可能对台湾的选择可能唔是讲介侪人。我感觉故事你来看，讲20几年以后，是安那香港人迄个选择去到台湾，我相信这嘛是一个台湾一个较正面的转变啦。包括拄啊主持人讲的，一寡你讲参与政治的管理啊，讲健保啊，讲我感觉可能另外一个原因讲是华人的生活环境啦。对真侪人来讲，伊可能迄个生活环境相对来讲是较迄个我都去适应的，是，我都去适应的吼。我想这是个背景。第二是讲，你若讲以黄秋生这个案来讲吼，讲应该讲 Mr. Perry 啦吼，伊讲伊无姓黄嘛吼。我最主要是讲大概应该是讲伊到底是毋是直接做一个国籍的啦？
啊，毋过依照你这多主席就讲，依照伊专业的考虑来看吼，其实是伊讲伊是英国一个嘛无要紧，伊香港一个其实嘛无影响。吼，最后我所了解吼，伊这个申請其實會使去移民署會審下，會審查。吼，啊，我所了解其實伊確實我都符合咧專業的這部分，因為迄個專業吼，過去咱是較考慮講科學迄個成就的部分，啊，到尾伊慢慢的擴大，包括剛拄我講的，包括科學啦、文化啦、電影啦，哦，甚至是法律什麼等等的專業攏有包括在內。那黃秋生這個個案來看，其實伊會當符合講迄個台灣這個專業這個需求，所以講伊免其實免投資，啊免去創業什麼，啊就直接講這個專業的迄個狀況來申請。啊，我再一個源頭啦，就是講這個源頭講有人去請，我相信。要請，應該有真濟人會去請黃秋生，應該是無問題。啊，我講黃秋生這個個案無問題，啊，毋過咱閣有足濟香港嘅朋友，啊，閣有足濟香港嘅朋友，我感覺這是較重要嘅，是較重要一部分啦吼。啊，但我咱台灣嘛知影，香港甲澳門嘅迄個條例，哦，這關係的條例嘛，包括有人講有部分是政治原因，會受到在香港因為參加這民主運動，會受迫害，哦，這個嘛是一個特別的原因。咱若講有香港真正有香港的朋友有這個狀況，會去互迫害，我相信咱台灣政府嘛應該要在這方面來拍拼，是講來甲迄落有講會講，其實伊甲庇護。概念是共款啊啦，啊，毋過實際上咱無用這兩字叫做庇護，啊，我咪使來保護講香港嘅朋友，在迄個香港參加迄個民主運動嘅朋友安尼。我相信過去啦吼，佇咧攏講政治庇護這塊吼，過去佇咧反送中運動初期甲即中期嘅時陣，其實台灣吼嘛是真正有幫襯到一寡人啦吼。毋過是安怎即個部分會當咱講會當較健全的無吼，嘛是尾手會使過來討論的吼。啊，其實咱要講起來吼，其實。一個即回即個反送中運動啦吼，咱嘛講到咱講民主派，也是講即個建制派，佇咧9月7日要做一寡立法會即個選舉啦吼。啊，其實咱嘛看到即個香港政府以外，抑佫有其他即力量咧運作啦吼。親像咱嘛看到講，佇咧初五的時陣，咱看到香港有2位前特首啦吼，前特首像咧，就是講董建華吼，董建華啦吼，佫有即個梁振英啦吼，因做这个總調集人吼，因要做一個啥，或者是香港佫出發即個大聯盟啦吼。因就是講看到即個香港的即個情緒吼，可能真濟人不滿，啊，有個人已經開始做移民啦吼，啊，因即陣要確立講即個一國兩制即個體制會當佇香港來佫一屆來執行啦吼，所以有發出即個香港再出發即個大聯盟，啊，等於就是講過去我即個親中即個背景，我要甲維持掉的。啊，無愛互遮個人吼，有會當想空想芳的這個空間啦吼。咱先請咱的這個俊豪啦來講，啊，咱等下再個請庫嘛吼。我們剛才提到，咱頭路講到，這個香港再出發大聯盟，你感覺伊有可能有啥物效果出現？可是迄個大聯盟哦，嘛是講，攏是迄個政府的人啊，還是董建華啦吼，梁振英啦吼，伊攏是前特首嘛。是。香港大學，我的你學校，我的校長嘛是一個大聯盟的成員啦。但是阮學生攏是來這個反對啦。反對啊。是。所以咱看到這個香港再出發大聯盟，咱繼續先個請教庫馬哈，庫馬，我們再請教你，就是說裡面。我們看到2位前特首要重組這個香港再出發大聯盟了哈，他們就是要再確立在香港再確立這個1國2制的這個體制了哈。你覺得香港人民會有什麼樣子的反應？我覺得很諷刺啊！首先看他們的組成，平均年齡是72歲以上，然後帶領香港再出發要去哪裡呢？啊，再來就是說他們的口號也非常諷刺，1國2制跟那個堅守法治。我在這裡想要先強調1國2制就是反送中這個我們要對付的，因為這是引爆點嘛，我們對1國2制的信心的崩盤，就是反送中，你都還沒有處理好這樣子民怨，你就是要再出發，沒有面對剛剛所提到的結構性的問題。再來就是說法治，對我來說，我必須要堅持一點，就是法治首先就是要求政府要守法，保障人民的基本權利跟自由，這才是法治精神最重要的關鍵。他們所說的堅守法治，只是說要把那些人抓住，把那些犯法的人抓住。如果真的是可以把犯法的人抓住了，對啊，這就是系統在正常運作，不是嗎？那
有什么需要坚守的呢？一直都有那个抗争者被逮捕，不是吗？根据他们所说，都是正常的执法。所以他们的口号对我来说，这是非常讽刺，这是完全扭曲的社会现象，还有它为什么会产生的原因。从来反省的都是人民，而不是政府跟这些当权者。咱过去吼，其实嘛有听过，咱讲这个一国两制50年无要改变吼，就是讲这个97这个回归以后，但是看这个向底下破坏一国两制，其实就是香港政府甲这个中共的这个部分吼。所以因头段讲的，这个库嘛讲的，就是讲因有一个这个香港再出发这个大联盟，讲要坚持着这个一国两制这个宣言，然后嘛讲吼要回归着这个体制，但是因这是这个拍歹体制的人吼，咱研究员安怎看咧？我是惊讲吼，迄毋是讲再出发啦，迄是惊倒头啦，惊倒头啊！惊倒头倒退路啦，是，就是转去原来迄个一国两制迄个状况啦。吼，表面上叫做迄个再出发，再出发其实是行转去原来迄条路啦。吼，所以我感觉即摆啊补充就讲，是安怎香港人即摆会遮尔生气，是嘛？要行迄回头去抗议一下。你讲香港警察迄个。规个迄个制度甲法律，你就知影讲为什么香港人会遐尼生气啊？我感觉这嘛甲是甲迄个咱拄仔有提到，讲迄个联合国迄个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吼，伊迄所讲的，其实伊上无至少3点。第一点，过去香港你要去行去街头要抗议免费考啊，这是自由啊，自由去用剥削去。哦，这个我感觉真重要的。第二，香港的警察的迄个。执法的方法，是过去你咧看香港警察，绝对你不管是咧电影看，还是讲在现场咧看，绝对无讲迄个有拍人的，有讲要共性骚扰的，甚至讲较歹听、较严重，讲要强奸的，吼，啊，佫有各种迄落的，而且对付的是足细汉囡仔，儿童有当10通岁啊，你都会去安尼对付，吼，这是这方法执法的方法，过去香港警察是未发生的啦，吼，这嘛是伊讲伊违反人权的所在。第三。就讲你事后以后用刑法来去起诉啊，甲追究，要共掠去关。这过去香港嘛是未发生的嘛。是。讲尤其是讲你单纯讲，因为我去街头集会游行了，我就去用判刑，啊去用关。我相信在香港过去是未发生的，嘛是讲这个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伊所讲的是安怎违反人权的所在嘛。啊，你这对这来看。在香港足明显的是在倒退，你讲香港不止无收掉过去的自由，而且是倒退。而且民主的发展嘛无进步。所以我感觉这才是香港人真正在生气，是要拍拼，要去抵抗的所在嘛。所以讲我嘛是讲，希望讲台湾的朋友甲香港的朋友行做伙。这民主真正是无讲遐尼简单。啊，毋过若讲行做伙，就甲咱讲迄个吧，咱台湾迄个平权运动嘛。Together stronger， 你若做伙就较有力量，咱做伙来拍拼。有影吼，做伙来拍拼吼。其实咱头拄仔讲到，过去伫咧香港街头吼，要做一寡这个和平的集会游行，是会好的。但是咱看即阵因所爱面对是这个刑法的这个对杀啦吼，所以咱嘛会看到讲啊，联合国有即款这个动作的这个部分啦吼。另外咱嘛要讲到吼，其实咱讲伫咧5月22，佫是这个香港一个大日子啦，咱继续请教这个库马5月22代表的意义是什么？5月22是2办啊！哦，对，5月22啊，对，其实这个对于台湾朋友来说，应该也是非常重要的两办，两会啊，应该说啊，因为这个从最近的类会的争议，就是针对泛民主派，刚刚有提到郭荣铿的那个主席的问题之后，在香港的中联办跟港澳办都非常的高调发文去抨击。泛民在想要瘫痪议会啊，等等的其实就是一种这前所未有的一种高调的做法。我们像我自己的判断，我觉得说这是中共想要用高压方式去打击这些你想想看，连最温和的人也要被打击。刚刚也呼应到的是大逮捕的事情。连这件事情他们都不放过。那是这些建制派看到说，原来背后他们所支持的中共，都那么大胆的讲出来了，那个旗帜鲜明，敢于亮剑嘛，就是这样。那他们当然也要跟上啊，所以就会更加激烈。那我的判断是522，他会不会真的是遵循之前的这些步骤呢？也不一定，还有很多变数。但是我们看得到的是他。慢慢的开始贴标签，他在开始做那些思想准备就是思想的战争的准备，比方说贴政治南草的标签，政治南草是那个朗超啊，
南朝对，可能台湾朋友可能比较可以共享的概念是应该是同归于尽，玉石俱焚。玉石俱焚，对，玉石俱焚比较好。对，那但是他把因为这个概念本身是那些想要光复香港的抗争者所提出来，他把它 twist， 他把它扭曲成说你们是在政治南朝，想要用政治绑架经济，就是他给他的一个扭曲的定义跟诠释，他指的是刚刚有提到的黄色经济圈这些，明明他们没有违法，却说他们政治绑架经济，用这种方式帮他们贴上一个的标签，准备的，我想可能就是后来就是为什么可以对付他们的一个正当的理由，正在做这样的工作。是，头拄库嘛有讲到吼，就是讲咱的这个南朝啦吼，南朝这个喺香港话是安尼讲吼，伊的意思就是讲要死做伙死啦吼，伊头拄讲到用政治吼要甲这个经济甲绑做伙啦吼。若是讲政治甲经济绑做伙，经济就是用定势嘛吼，伊是要用透过即款的大票的这个方式，甲这个吼，咱讲支持这个抗争者的人吼，甲伊压落底啦吼，即种的这个思想的这个控制啦吼，咱头拄嘛讲到吼，中共这个较高压这个大逮捕，也是讲这个建制派，伫咧5月22日是一个关键啦吼，就是讲咱讲这个两会啦吼，伫遮会做一寡可能思想上吼开始有做一寡这个准备啊吼，嘛是爱去做一寡观察啦吼。另外，咱就要过来请教咱这个香港大学这个学生会，咱讲台湾学生会会长啦吼，你安怎看讲台湾甲这个香港人吼，安怎徛做伙？咱头嘛讲到 Together Stronger 啦吼，安怎较有实际这个做法？唔来，敢若咱伫节目顶吼用嘴安尼讲尔，实际上你感觉有啥物款的方式？我嘛就一个台湾朋友是喺香港，我嘛是讲台湾人是要较关注啊，即个香港会发生的代志。我就是朋友喺香港，但是伊无关注伊个运动啊。伊想讲我是台湾人，你咧无我的代志啊。你讲咱台湾学生，台湾学生伊咧香港的。是，就这拢安尼嘛。但是就这人伊咧想法是安尼。伊的想法是安尼啊。所以实际上咱要叫鼓励讲啊，做伙徛做伙。你嘛，当然嘛是无好啊。我是讲来台湾人嘛是爱关注即个香港的伊个运动，就是伊个 stay together 啊。就是台湾香港面对的拢是中国政府的伊个威胁。是，就是有人讲哦，伊个是今日香港，明日台湾。但是我想讲是今日香港，但是今日台湾，伊拢是 together，拢是同款的。有影啦吼，咱继续过来请教咱的教授啦吼，就是讲头拄咱有讲到这个政治南朝这部分啦吼，就是要帮咱讲甲这个绑票啦吼，甲经济绑票，用这款这大票啊这个方式来去压制，就讲佮买手这个抗争啦吼，安怎去突破这款这个方式啦吼，和这个香港这个民众也好，还是讲运动者也好，互因一寡建议伫咧。过去吼独裁政权拢是这个手法啦。第一就来讲，你破坏社会治安啦。你因为出来抗争啊，社会变乱去，咱免啊生活啦吼。第二来讲，你破坏经济啦，因为你出来抗争了，咱经济就变拢直直歹去啊。其实你较要甲看，其实拢无。其实最主要，我感觉应该先打破这个概念，讲哦，你因为有抗争，就会经济歹，就会社会乱。其实无嘛，你啊看讲台湾过去的历史的过程，那个这抗争其实并无造成社会讲安尼，规个拢动乱去嘛吼。所以我感觉这个概念要先打破。袂应该叫袂应该中计啦，袂应该中讲迄个独裁政权咧讲的迄，伊拢都完全一寡借口来甲你陷害嘛。大家就讲一般的百姓就讲啊，唔系安尼唔系。吼，咱会惊，揪起来，咱就紧揪起来，吼，所以我讲这爱先拍破，要先拍破，吼。第二来讲，咱我嘛是感觉讲，你若有人，就较袂惊，但是爱做伙，就较袂惊，吼。你讲我嘛使讲台湾过去的历史的过程，咱讲实在，你一般人咧生活，你讲若讲有迄个警卫甲你抓，要甲你迄个用刑法甲你处罚，你讲一般人袂惊，我现在无遮用。无遮用，吼！毋过你若讲有做伙拍拼，
伊就是较袂惊啦，就较袂惊。我嘛这个香港的朋友这边，我讲实一年来已经足勇敢的啊，真正互我使我足敬佩吼。啊，所以讲即摆佫做主要讲要安怎坚持落去，要安怎坚持落去，这才是迄个真重要的迄个代志啦。你对过去个看，其实独裁政权咧限制以后啊，其实社会更较乱。独裁哈，嘿，社会更较乱，因为啥？你唔通讲迄个一家人会掠迄控制啊尔，你即摆来看，香港警察咧掠咧拍的，可能真侪人拢毋是咧控制的人。所以讲迄乱会是更较乱，会受伤会更较重。就是讲伊毋是干那掠这控制者吼，边啊迄个民众拢总掠起来，这社会影响。经济歹其实毋是因为控制，是因为你环境变歹。变无自由，变无民主以后，投资的人来会烦恼，所以经济变歹。我独裁者拢甲你倒退迄落，倒退西。这就是所以讲我应该爱讲清楚这部分。莫掉这个香港政府还是这个中共政府假啦。独裁政府拢是安尼讲啊。今日非常感谢三位来宾，多谢，感谢，谢谢。